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係碧華花園一座高層嘅多室啦，售面積1212尺嘅3房套單位嚟嘅，做緊租同埋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一睇下。首先入到門口就係一個嘅客飯廳，咁可以見到啦，喺度嘅空間真係非常之闊落嘅，咁啊空間感真係非常之充足。然後喺客廳嘅露台位置，一個向南邊嘅景觀。然之後廚房嘅左手邊就係飯廳啦。咁飯廳都配備一個嘅窗口位喎，咁透光度真係非常之好。然之後呢度就係廚房啦。廚房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咁廚房就有一個嘅工作平台，同埋一間嘅工人房。工人房都配備咗一個嘅工人池。走廊就連接住3房1套。咁呢度第一間嘅睡房都足夠放一張雙人床，而放一張雙人床之餘咧，都可以擺一啲嘅收納衣櫃同埋書桌嘅空間。咁然後第二間睡房啦，同樣都係一個好大嘅方正嘅設計嚟嘅。空間都好足夠放一張雙人床同一啲嘅收納位，之後就係浴室啦。浴室配備窗口啦，同埋一個浴缸嘅設計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嘅位置。主人房空間非常之闊落，足夠咗一個3邊落床。影緊嘅呢個位置就係一個衣帽間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房嘅浴室啦，同樣配備窗口啊，一個企缸嘅設計。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，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